这个贺锦熙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你把他叫过来，我要问问他，到底想干什么。啊，是。老夫人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也是露露说的。说是少夫人怪他们几个下人卫生没搞干净，好像要扣他们的薪水。我还没死呢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他来做主。啊，是。妍希，你最近表现真的很好，你要加油哦。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我的愿望就会实现。怎么了？你不愿意离开顾家？巴不得你现在放我走。那最好。只有顾家人讨厌你，我才能顺顺利利回到顾家。好了，既然出来了，别坐着，陪我出去逛逛街。顾少今天闲情雅致啊，知道约我们哥几个出来玩玩。人家是心情不好，出来散散心。我们是作陪 ，you know。顾少还有心情不好的时候。家事，家事。既然是家事，那就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了。你们说，这女人真是说变就变，怎么这么难搞啊？而且越来越过分。顾少啊，事出常态必有妖啊。要是这种情况，你就要先想想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，你是不是做错什么，有没有惹到他。如果都不是，那你就要看他身边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了。你说的还真有道理，这个贺锦熙的变化，就是从他表姐来了之后，会不会跟他表姐有关系？对呀，他那表姐不是对你动过真心思吗？说不定这个事情就跟这件事有关。这个是还不错吧，有点小，有没有比它再大点的？有的，您稍等。等一下看看。这个我喜欢，就它了。你把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我包起来，你去买单。这边请。你怎么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你已经买了这么多了，还要买？我用的是你的钱吗？你可别忘了，顾西辰的钱是给贺锦熙的。别在这站着了，赶紧去买单。